各位小朋友，咁其實咧老師都係同你哋一樣，我哋都係好忙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每日都係抽少少時間，每日練啲咁樣，先至可以成就到今日嘅表演嘅喎。咁我知道你哋每一位學生咧都好有能力嘅，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做一個榜樣俾大家，希望你哋咧唔好咁容易放棄，同埋咧係學習堅持去盡你哋最大嘅努力去練好同埋彈好呢個鋼琴音樂嘅。各位小朋友，我哋一齊加油啦，好唔好啊？我哋要俾熱烈嘅掌聲各位表演者，同時亦好多謝嚟臨嘅觀眾，我哋能夠有人氣上台演出咧，係好需要家長嘅支持同陪伴，多謝。咁所以希望各位家長明白課中嘅困難，俾多啲鼓勵同陪伴，培養小朋友有一個持之以恆嘅練習習慣。我哋可以幫佢哋安排一個寧靜嘅環境，抽少少時間專注咁陪伴小朋友。初學者每日只需要短短5至10分鐘，持之恆久，有一個好滿意嘅效果。練習後，我都好鼓勵學生可以繼續坐喺部琴度，用唔同方法去彈。例如，有啲人會彈完一首歌，會用火箭嘅速度去彈啦；有啲咧可能淨係用手指尾去彈；有啲咧可能蒙住隻眼去彈喎。所以你哋俾佢哋練完琴之後，可以喺部琴度繼續去玩下部琴，發掘多啲唔同嘅創意。咁同時呢個機會係可以提升親子關係嘅，增加學習興趣。遲啲可以留意我同 Miss Carmen 嘅 Facebook， 我哋會喺到時會再提供更多有關小朋友學習嘅方法同資訊。再次感謝各位家長小朋友咁用心去準備呢個音樂會，希望我哋不久將來會再次同大家見面，一起學習，一起成長。